啊，阮老爸就一句话讲，安尼后摆吼，你爱有法度发挥，你发挥一个客人啊戏，因为客家戏无报地，你会使落发挥了。不错，我是想自家的专长做葡萄戏，我做用自家的母语来讲客家话，用客讲做变做客家葡萄戏。板桥市係台北縣政府嘅所在地，係台北盆地鐵公路交通嘅中心，所以也寫來大量中南部嘅移民，喺當中也包含眾多嘅客人，所以是得講係客家二次移民嘅衝進。板橋嘅客人帶到東山，為了板橋新莊嘅黃埔山，其實感受到兩位客家文化消息嘅危機，希望是得利用到佢創立嘅客家舞台戲，來為板橋嘅客家文化發揚貢獻到一份心力。那個時候就是伊細漢的時陣，啊，拄着一擺阮老爸去劇場看練嘛，啊，伊講啊，伊個台語講了袂標準啦，啊，我講啊，他是客家人啦，啊，所以講話袂標準啦，因為客家戲無報地，你會使落發揮了。恁是客家有客家講話的特色啊，有個特色啊，你應當愛為這個發展。舞台戲係好容易嘅東西，客人愛學舞台戲，但卻是係語言嘅障礙，日本網舞山是當多苦。不過佢想佢既然是係客人，是應該用客話來做客家嘅舞台戲演出。客家嘅舞台戲唔單止係講客話聽聽，連動作、服裝、歌詞，甚至於係風俗習慣都要轉換過來。唔只定啦，鼓勵講他山歌啦，什麼恁攏愛去學，學嘅後擺你對戲，叫你後擺你也家己要從客家舞台戲，應當是真有迄款用途嘛。記得真記得，記得去年嘅重陽節，你5月就落太爽，6月就落太石，前堂東西一扎鬼，後堂東西一扎別。來聊下目前的轉換，那當然。底下葡萄戲又包括很多文化性、嘅文化的背景，來的東西、理念的東西，還有故事，來的東西，比如說客家嘅價值觀什麼東西，來的東西帶回來，來咁講仔，它才會慢慢的成型。用開戲嘅方式來學客話，甚至來認識到客家文化，對世人來講係前有效果嘅。黃埔山從採主動爭取表演嘅機會，佢相信客人生活在板橋甚至台北縣嘅每個所在，佢想用客家舞台戲來寫幾道過來。黃埔山天氣會在台北縣客家文化園區搞客家舞台戲。底下嘅客家青年差唔多唔曉講客話咧。愛學客家舞台戲，第一是係愛先來講客話，安尼將是在融入劇情，將啲自家做嘅係乜嘅角色，其他唱講係舞台戲提供一道基本嘅招式，一點都唔會少，因為成年好多動腳，三兩下就是個上片落地咧。其實講我係教成人吼，因為成人對人講嘅當神奇，講我做落去教成人前面當，來做一隻動作機就當做神奇，講我。這種東西，因為小朋友的這種感覺很容易就反映到我身上。這種東西真嘅沒有辦法從別的地方說看到嘅。在台北，我提點喺台北做，佢也都有自家嘅專長。比如說佢有像謝宇威，佢會彈吉他，咱大家叫各個的崗位。從了下客家人下公司才還弱，尤其是在語言上還弱勢。剛才就想，底下弱勢的情況下，都係那種咧，我哋唔好講嘛，宣揚我哋客家文化，我只想去做自家嘅東西。